这个高雄2021跨8公里系列的活动已经来开幕了。为了要祈求瘟疫来退散，市府阁特别请来瘟王爷落殿起驾，坐镇伫海上的舞台，用进台湾的方式为全世界来祈福。 为了高雄2021年跨年活动要设一个海上的舞台，特别请出瘟王爷。市政府啊，正慎重，拍出高雄市的文化局长加新闻局长斗阵来呼叫，然后要对瘟王爷来个海上。高雄市2021年跨8公里的活动已经伫12月24开始咯，因为最近疫情正猖狂，市政府阁特别邀请盐埕区的瘟王庙、瘟府大王爷来坐镇。今年对全世界、对台湾、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年，但是也在政府的领导之下，还有我们全民的配合之下，其实台湾成为世界的典范。海上舞台在7点45分的时候进行一个恒温压煞的一个仪式，那再结合无人机的一个展演，我们希望呈现一个王船的图案呢，来象征一个除煞的一个意涵。现场啊，伫海上舞台要进行一场好瘟压煞的科仪。在台湾民间，每当流传瘟疫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请瘟神也就是王爷呢来坐镇。这场起驾仪式全程拢按照古礼，立角殿吉庆堂北家将落地吹顶的顶头来开路，仪式非常隆重，希望会当透过这种正在地的方式来祈求活动顺利，嘛为全世界祈福，希望瘟疫会当快快退散。